事了事，你不急，慢慢来。这被人家吹哟。哎，这闻到里面有股大蒜味道。它这个还想就把这个一起。你长没有？没有，打开了半年前的封印，从肉眼看来，象牙外观的颜色和质感都没有发生什么明显改变。没，现在这些没有，万一没有明显的哈，这个你也是放到几百倍的效面下肯定看到有。那现在你的肉看着还挺好是吧？有没有什么疏啊？有没有颜色有没有变？那挺好是吧？凡事不能只看表面，为了检验石蜡封存的保护效果，谢振斌把取出的象牙样品送往西华大学的 CT 实验室，做一个更深入的检测。这个好。很幸运，经过了6个月，象牙各项数据的变化都不明显。这个是石膏，这个高温质材料，很清晰吧？啊，赶快把数据给我们拿下来，看没时间。明天就让我。目前看来，石蜡封存实验确实有一定成效，但是否能长期保持，还需要更多科学的数据参考。